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咁啊，同啲新朋友介紹翻我呢個節目呢，就會揀幾場賽事，幫大家挖走啲狀態比較差或者機會冇咁高嘅馬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容易啲揀到自己嘅心水啦。我同我 AI 呢，亦都會揀幾隻馬俾大家參考嘅。咁我師傅嘅消息馬呢，亦都會混在其中啦。如果想明確知道係邊一場嘅邊一隻，就可以加入我群組啦。WhatsApp 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就開始講馬，有需要嘅朋友呢，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5月13號禮拜三跑馬地9場賽事，首先係第一場5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係偏慢嘅。2號、3號、4號、8號、12號，咁啊劃咗佢先啦。留意翻7號嘅東方寶寶呢，就有缺貨嘅。呢場呢，就揀咗6號嘅小王爺、11號龍有山、7號東方寶寶同埋9號嘅威威富智。接住落嚟第二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2號、6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。9號嘅神意金剛呢，就有缺貨嘅，比較中意12號獵寶勤、8號博愛先鋒、4號環球英雄同埋5號嘅聖多多。跟住就係第三場3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係偏慢嘅。2號、6號、9號可以劃咗佢。咁啊，留意翻啦，2號嘅一騎絕塵呢就有缺貨嘅。心水就揀咗3號百駿福星、8號翠兒威威、7號羅曼鬥士同埋4號榮理雙修。接住落嚟第四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6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1號、12號全部唔要。呢場呢，就比較中意1號嘅景進區、2號羅曼老窩、10號滿樂城同埋5號嘅大千氣象。跟住就係第六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偏慢嘅。呢場就比較亂啦，可以飛嘅馬呢就比較少。2號、4號、5號、11號飛咗佢。咁啊，12號爆竹呢就有缺貨嘅。我就揀咗10號時間寶、1號香港神區、3號贏月同埋9號嘅眾星。咁就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